小去讲啊，有食药有惊气，有烧金有保庇，有烧香有保庇，还要烧金纸。虽然我是台湾的传统文化，你若引用了无细字，应付了无拄好，可能会引起纠纷。这有人伫楼梯间里烧金纸。 而且佫呛厝边，到乡亲伫指控讲清明时伫厝内去闻到真高人咧烧金的气味，想袂到讲是对门的厝边伫楼梯间咧烧金纸。虽然有提醒对方讲安尼真危险，想袂到这个厝边甲呛讲是伫因兜门口伫烧，毋是伫恁兜的客厅伫烧。这个画面公开了，引起一个网友的讨论。律师是提醒讲，伫楼梯间烧金纸，除了有可能已犯到社会违法，被罚12000块以外，上严重有可能牵涉到公共 危险罪。清明年假上尾一天，网友伫咧厝的刷片到烧金纸的味，门拍开，看到隔壁竟然伫咧楼梯口烧金纸，而且火佫烧真猛，佫真挖塑胶扶手出嘴甲伊提醒，佫红骂。危险啊，超危险的、啊。怎么说？会怕延烧吗？就怕整栋直接烧起来吧。楼梯间还是属于公共空间呐、对啊，所以一定报警的。隔壁根本唔知危险，金纸伫透烧，甚至佫讲是伫咧因兜门口烧，而毋是伫咧恁兜客厅烧。网友就骂讲实在是足自私的，律师嘛讲因安尼可能犯法。 如果不慎导致有人居住的建筑物失火，有可能会构成公共危险罪章中的失火罪，要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如果造成伤亡，还会有过失伤害罪及过失致死罪的加重刑责。去年同齐才发生烧金纸，因为仿烧头总导火，消防局无明确处罚。不过消防局讲，虽妄伫咧家己的门口烧金纸，无算违法的行为，也毋过造成严重空气污染，都可能犯空气污染防治法，相关会扣罚10万块。 啊，那民俗专家嘛讲，大公府或者是大楼的民众，伫1楼烧金纸，冇共款的效果，安全上重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